加州州長紐森星期一宣布，而家民眾可以直接喺州府嘅處方藥平台 CalRx 上買納洛酮避噴劑。該藥係逆轉鴉片類藥物過量嘅假藥劑。呢個係州政府為咗降低藥品價格、提高藥品可及性所採取嘅措施之一。舊年，加州推出自產嘅仿製納洛酮，以每包24蚊嘅價格銷售俾企業同地方政府。如今，民眾亦都能夠通過在線方式購買。喺普通藥房同其他在線市場，含兩劑納洛酮避噴劑嘅盒裝價格通常喺45至到70蚊之間。近年嚟，由可樂英同芬太尼等藥物引起嘅鴉片類藥物過量致死人數喺加州乃至全國急劇增加。2023年，加州嘅死亡人數達到咗7847人，但州府官員表示，已經開始睇到呢啲死亡人數有所下降。紐森旨在通過加州自有品牌 CalRx 嚟提供價格更低、更具競爭力嘅藥品嚟迫使製藥公司降低價格。州府已經同非營利組織 Civica 達成協議，生產用於治療糖尿病嘅 CalRx 品牌胰島素。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